你的波多难托了。会长，来宾、各位长辈大家好。小弟代表哈佛科技医药大学向各位长辈恭祝父亲节快乐，希望各位长辈能够健康快乐，活过120。我今天台湾岁也是80岁了，但是我人看起来是老，心非常年轻，我才40岁，所以各位，我们大家鼓励，我们是咱拢是好兄弟，大家鼓励好的物件，摕来每日锻炼身体，无管你偌老，还是你的病偌重，拢会好，拢法度活到100。谢谢。今天要唱的是现代歌曲，叫做《All I Ask of You》。